而家得唔得？得啦，我頭先喐到嗰嚿嘢唔見咗。Mary 你用過啊？我自己冇用過，但打又打唔少啦嗰陣時。哦，OK，係98嗰時好似好多人用。多 Mary 都係啲幾勁嘅角色嚟嘅，我自己覺得佢尤其是我自己打拳王嗱，我就冇餓狼嘅 Mary，我真係冇乜點接觸嘅。咁但係咧拳王97嗰隻 Mary 咧，我就幾中意用嘅，因為佢係比較少數咧啲 combo 係有啲創意多少少嘅。例如話咧，佢以前咧夾頭嗰招升可以夾頭嗰招咧，佢可以喺空中度捉落嚟嘅。佢有招超必咧係會左右揈嚟揈去啦，然後跟住會左右揈嚟揈去，跟住升起你噶嘛。咁佢落嚟之前咧，你可以用個升龍拳咧夾翻佢落嚟嘅。佢招升腳，跟住嗰招你又可以夾翻佢落嚟，咁係比較獨特啲嘅玩法嚟嘅。咁我可以睇下個 character trailer 咯，我哋。應該 Blood Mary 都算係幾受歡迎嘅 SNK 角色嚟嘅，覺得都係㗎。女角嚟講都係 top 10啦，我覺得。係啦，即係如果你話出名嘅女角咧，佢都係 top 10嘅喺我嘅心目中，或者好多人嘅心目中都應該係 top 10。嗱，咁老實講嘅，呢啲 animation 咧，其實係比起呢個。頭先阿色森妹嗰個沙夢咧，真係差一啲距離嘅。沙夢嗰個 animation 靚好多嘅，係啦。不過咁講，我自己覺得咧，佢哋最大嘅賣點係咩咧？係可以一個月出一隻新角色。其實我今年做咗每個禮拜做節目啦，係啦。咁其實佢哋已經出咗3隻角色㗎啦，即係今年3月26號咧。其實佢哋已經出咗3隻角色，大佬。係啊，即係佢啲人氣真係用錢可以堆出嚟㗎。啊，你肯做就得㗎啦，咁樣。咁即係trailer唔係好特別啦，老實講嗰句。咁但係咧，其實佢哋嗰個 marketing 咧，我覺得做得唔錯嘅。咁第一你話咧，碌落嚟睇下咧，其實佢哋係有唔知播唔播得咧呢個。佢哋有寫一首歌俾佢嘅，我覺得咧，其實每一隻格鬥 game 角色咧，都應該有首主題曲嘅。呢個好似係 SNK 不嬲個做法都好興咁樣。係啊，主題曲㗎嘛。係啊，我覺得係嗰陣時係大蛇隊咯，最出名嗰陣時。係啊，冇錯啊，尤其是嗰陣時八神嗰首主題曲真係不得了，真係好。嗰首用 saxophone 嗰首歌真係好正，因為我覺得格鬥 game 因為其實係好講緊你需要同嗰個角色咧，因為你掹一隻角色你可能用100個鐘、1000個鐘啊嘛，或者我哋嗰啲甚至乎有啲人癲癲地可能10000個鐘都有啊，其實真係。咁如果你話佢鐵拳唔出奇嘅真係講真，真係要玩㗎。玩咗20年、30年嗰啲10000個鐘唔出奇㗎，真係，係咪？咁如果你話嗰個角色係有呢個主題曲，有呢個故事，有呢啲其他嗰啲 story， 咁其實係一個好好嘅資產。唔播太多啦，我驚俾人哋 copyright， 或者呢啲應該冇嘅咁樣。咁啊，佢有自己主題曲啦，有埋歌詞咁樣。咁亦都佢哋都請咗一啲人咧去畫啲漫畫。咁啊，去深化翻個故事個角色嘅塑造咁樣嘅，咁我覺得呢啲係好老實講係應該要做嘅嘢咯。呢啲嘢先至係真正幫到一隻 game 去做得好啲嘅一啲做法。咁啊，另外佢哋有3% off 啦，而家好似去到3月26號，即係今日做。哎呀，唔知啊，你哋。睇下趕時間啦，趕住去啦咁樣。咁我自己幾中意呢個角色嘅，亦都佢哋都有埋好似招表嘅介紹啦咁樣 break down 晒㗎啦，成個角色想入去學啊，呢啲都唔難嘅。咁我見到網上都有啲討論就係話呢個角色都係強角嚟嘅，因為佢係少數嗰啲角色咧。如果嗱，你知餓狼，你知餓狼傳說有呢個跳入嘅空中嘅 just defense 㗎嘛？咁好多時對空咧，人哋小跳啊入嚟嗰啲咧，你想對空佢哋咧，佢哋可以用 just defense 咧就化解咗嗰個危機嘅。
咁但係咧 Mary 係少數一啲角色咧喺空中夾落嚟嗰啲招咧，佢哋係唔可以用 Just Defense 去防禦嘅。EX 版本呢個星係直接捉嘅，或者甚至乎佢嗰招超必咧，Level 2嗰招超必咧都係直接捉嘅。咁所以嗰啲跳入嘅 JD 咧係對佢無效嘅。甚至乎 Mary 咧今集都多咗啲好似前後走位啊，嗱呢招無敵，跟住之後做捉嗰招就以前都有噶啦。另外仲有一啲咧叫做 Quick Step 係啦，冇錯啦，佢有個特殊技咧係可以避波啦、避上段啦，亦都可以走位啦，咁樣可以向前向後走嘅。咁啊自動標煙，甚至乎喺 combo 入邊都可以用嘅。咁我覺得幾有趣嘅成件事。同埋你見到呢個角色咁速度咁快啦，亦都有咁樣嘅無敵移動技啦。佢甚至乎有埋呢個超必捉嘅，係啦，基本上係除咗唔識得放波之外咧，呢個基本上係無敵型角色嚟嘅，可以空中捉，可以快速走位，有指令頭之後可以搏full combo，即係用夠氣就得噶啦。另外仲有超必捉可以 punch 一啲基本上冇得 punch 嘅普通技咁樣，咁呢個我係極期待，今日冇時間玩啦，我極期待今晚再試下嘅，係啦。咁如果你話有興趣 Blue Mary 啊，或者之前有睇過嘅咧，都我覺得值得試嘅呢樣嘢。你淨係睇啲動作都流暢咯，同埋個設計都幾有趣嘅咁樣。咁嗰首歌啦，係啦，冇錯啦。咁餓狼傳說其實都幾癲嘅，我想講雖然佢哋上年個比賽過咗啦，咁但係咧當日佢哋已經應承咗咧，嚟緊嗰個比賽咧，唔係 sorry， 嚟緊下年嗰個比賽咧都會 keep 翻嗰個獎金嘅。咁啊，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，佢哋今年 EVO 嗰個參賽人數咧，其實已經排到第5位噶啦，應該有300幾人報咗名參加嘅日本嗰邊。係啦，如果對比翻啦，即係街霸就7000幾人啦，T 拳就第2啦，800幾人啦，第3就係 Guilty Gear Strive 啦，600幾人啦，跟住之後好似係第4、第5我唔係好記得啦。總之餓狼都係第4、第5位嗰啲位嘅。餓狼好似第5啊，而家升咗上嚟。係啊，300幾人嘅，咁第4好似係 Grand Blue 啊，好似係，應該唔係，不過我可以 check 翻嘅，係啦，係啦，咁樣其實個人氣，即係我覺得餓狼傳說個人氣度其實升得真係幾快嘅。咁啊，另外再加埋啦，嚟緊咧今個 weekend 咧，其實佢哋喺英國咧有個叫做 DreamHack Birmingham 嘅一個 EWC 選拔賽嘅，咁嗰度咧都已經吸引咗50幾個人去爭噶啦，咁啊當然有晒咩小孩啊、Goichiwan啊、Pungo 啊嗰啲人去爭啦。但係呢嚿嘢最勁嘅地方咧，係佢個獎金真係非常之高。你就算咧喺呢個 EWC Qualifier 嗰度咧，你去贏得到啊，你起碼揾翻晒機票同埋酒店錢翻嚟，就咁。嗰個 EWC Qualifier 呢個咧就咁都有17000蚊美金嘅獎金嘅，係啦，餓狼嘅17000美金即係乘翻8都過10萬啦，係啊，都10萬蚊港紙噶啦。第二位有8000幾蚊，第3位有5000幾蚊，第4位有4000幾蚊。如果你計翻8、4、32 3萬幾蚊，都叫做夠錢俾機票去英國啦，係咪？第4名cover到咯，係啦，都叫做去到個英國 trip 啦，夠俾翻。我就係覺得，我就係想見到呢樣嘢。我就覺得 e-sport 咧唔應該係話第一位攞咗100萬，跟住第2位就乞食，係啦，得嗰十萬蚊安慰獎咁樣，即係好癲嘅嗰樣嘢。我想係平均啲，大家全部人咧一齊揾。咁變咗多啲人去嘛？係 Capcom Cup 先係咁啫，鐵拳個分佈係好啲，其他 game 係 Capcom Cup，佢而家搞到100萬，係啦，第2位10萬，佢以前係好啲㗎，以前第一次搞嗰時100萬嗰時係
第一個名係100萬，第二名都有30萬嘅。上次即係阿 Chris Wong 攞第2嗰次咧，佢都有3萬。之後先變咗做係9-1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如果你老實講嗰句，真心講，如果你真係想 e-sport 發展，你淨係中意格鬥 game 嘅話咧，即係餓狼係真係暫時嚟講係最值得去搏嘅出路嚟嘅，係啦，即係鐵街霸太過難啦，個即係太多人爭啦，鐵拳就唔夠人氣啦。Guilty Gear 嗰個，我記得好似 Guilty Gear Arc Tour 嗰個 Arc World Tour 最尾好似都係30萬美金啫，個數，咁都係爭一大段距離嘅。咁啊，但係其實就算 Texas Showdown 啦，即係嚟緊今個禮拜，佢哋咧其實美國嗰邊嘅餓狼傳說嘅參加人數都唔少嘅喎。嗰邊咧其實佢都去翻有成呢個100人參加㗎。如果你對比翻喺美國嗰邊嘅街霸6嘅玩家人數啦，其實都係得270幾人嘅啫。或者鐵拳8啦，240幾人啦咁樣。EXKO 啦跌翻條數啦，去翻150幾人啦咁樣。咁所以餓狼其實喺at least 喺個 competitive scene 嚟講咧，其實上緊嚟嘅。咁我相信如果隻 game 再耐少少啦，受落啲啦，同埋嗰啲廣告再打多少少嘅話咧，佢哋嗰個 online 人數咧應該會健康翻少少咯。我自己覺得就咁啊新啦Blueberry 出咗嚟啦，咁中意就留意下啦。同埋我覺得喺亞洲打咧，你都唔使驚冇對手嘅，因為日韓台灣其實中意 SNK game 嘅人咧都唔少嘅，係啦，即係你話如果你係咩非洲啊、歐洲嗰啲，咁嗰啲人對 SNK 個偏見都幾大噶嘛，尤其是中東資金嗰啲嘢，咁你嗰啲地方你揾唔到人玩係好正常嘅。咁但係日韓啊、台灣啊或東南亞咧，其實對 SNK game 其實都有一種情懷喺度嘅。今時今日其實最多人玩，即係佢哋嘅拳王15都仲好多 fans 喺度玩緊啦。咁所以就唔使驚話 online 冇人同你打咯，係啦，咁啊可以試下隻 game。